后条件就要办个别处，拢请咱帮助伊来做处理。咱看到伊个人个当中呢，迄种话，伊人做歹做聪明，这人不到我，咱拢唔敢要。唔呢，咱去做上下咧，咱就甲内面咱做咱农业门票呢，去做人呢，伊拢去安尼教，讲安怎做。咱讲讲袂了后，咱知影咱15条规，一条个啦，挑叫和谐，互咱帮助你。咱迄是咱大爱讲求有即款的原则性，这是咱迄个，请咱帮助你要来处理也做啦。咱就办理偌济，咱讲偌济，确实是咱属于个紧。即期呢，咱要收业若无按，咱厝里收起来，若无增加呢，要咱提高。若无建新，若无修心呢，修咱的心，建咱的心呢来提高偏地下呢。即期因为咱才加收，确实做好的福报啦。我照着咱过去讲性的经典呢，经就是真的啊。咱今仔下的认真呢，就咱用做呢，过去伊一个客栈，听人讲的金光经，伊嘛听着讲的金光经哦，讲的一句听着讲，应如所住，言行奉其心，即句伊就讲我要成了，互人咧过去呢，咱就做迄种角色，讲过去啊，有听着这个，咱有需要想，讲着听咯，为难大好，就来去。我做有些，要退出面前，有起来，咱讲话讲到三分钟，哪些不错不教的，咱进来请帮助你，帮讲师请咱处理。